要下跋倒，又本袂做我他个要去行行龙山，也是一人老目屎，拢袂互我摇转，耶稣的手。那阴阳也我。吴俊义牧师培灵会第3堂。伊是属我罪过，常常坚决心可以，千秋万世就伴。卢俊义牧师培灵会第3堂。天光就欢喜无限，地主接纳朝天，耶稣的手赐我安稳的迎接。爱那阴阳也我，互我灵魂安宁。求上帝帮助咱吼，通过即届的培灵，会当来训练咱的教会，互咱的长执更较合印吼。咱来继续吟诗歌第9页，求主训练教会第9页。求主训练教会，顺利宽宁成就，用你我命有力的话，感化众人听受。求主训练教会，叫这份的心志。着心灵美化的花，用你万灵的心，求主训练教会，互你心灵听你，最大希望活最的客，互愿心生欢喜。求主训练教会，充满信心温顺，福音真理变端传递，用光拢归地主。咱煞尾吼，还佫有1点钟的时间啊。咱请牧师甲咱做第3堂的培灵甲结论，咱甲4点半，吼。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对早起到伫下晡即个时阵，阮会当通过圣经，互阮的教示，阮的思想嘛伫反省。阮今仔教会存在意义，要怎样来见证上帝你是阮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是阮的拯救。愿你的神开阮的心目，互阮看见上帝你的神伫阮的头前，伫引带、伫带领，互阮无受迷惑。世间真济歹行的路。愿有够野的气力来盘过，愿将这个时间放伫你的手，愿你的神甲阮同在。感谢你的听从，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做伙来看两段圣经，头一段是伫《申命记》27章，旧约的《申命记》27章。做伙来看《申命记》27章。27章，咱对第1节来看到第10节，第1节看到第10节。咱做伙看，我来读，咱做伙来看。《申命記》27章第1節到第10節，我來讀。我有若是用現代中文譯本來讀。摩西和以色列的長老們吩咐人民說：你們要遵行我今天向你們頒布的一切命令。你們渡過約旦河，進入上主你們的上帝要賜給你們的土地那一天，要樹立一些大石，塗上石灰，把所有的法律和教訓都寫在上面。你們進入上主你們祖先的上帝所應許給你們的那牛奶與蜜的肥沃土地，踏上約旦河西岸後，要遵守我今天給你們的命令，在以巴路山山上樹立這些大石，在上面塗上石灰。你們要用未經鐵器鑿過的石頭，在那裡造祭壇，因為凡為上主你們的上帝築造的任何祭壇，都要用沒有鑿過的石頭。你們要在祭壇上獻燒花祭，也要在那裡吃平安祭，在上主你們的上帝面前歡樂。你們要在大石上清清楚楚地寫下上帝的法律。接着摩西和利未支族的祭司對全體以色列人說：以色列人啊，要安靜，留心聽我的話。你們今天已經成為上主你們上帝的子民，所以你們要聽從他，切實遵行我今天向你們頒布的一切法律誡命。另外一位是約翰福音書14章，約翰福音書14章17節、27節、14章27節，約翰福音書14章27節。這節咱得真熟悉哦，27節，這是耶穌講的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給你們的跟世人所給的不同，你們心裡不要愁煩，也不要害怕。這是咱所讀兩段的聖經節。咱會當安尼看，最近幾年來，咱台灣的基督教會有真大的變化，但是我一直感覺咱真濟教會真少在思考，也是講真少在反省。到底咱的教會存在上重要的功課是在創啥會因為咱這代若無在做這個反省，咱的下代佫較無法度，所以咱這代還佫有法度通聽，還佫有法度通替教會決定代志的，安尼就是今仔日的長老，今仔日的執事，今仔日的青年幹部。咱得要好好來思考這個物件，這個物件就是一個在講，咱要留什麼會給咱的後代，留下什麼給咱的後代。比如講，咱若做士大人，咱是要留啥會給咱的子孫，同款的問題。這咱得要想，咱要留什麼會給咱的子孫。來對咱去行。我在主持會友的總結，特別出眾的前一日，我攏會去舉行家庭禮拜，甚至甲伊講明仔載禮拜要安怎進行。然後會叫因的囡仔家己來講，到底你的士大人佇恁的心目中，恁感覺是什麼貨？有真濟家庭我攏聽着就真感動。伊講，阮的士大人無留什麼予阮，攏無。
唯一的一项，就是互阮去掉即个信仰，无去互离开去。信仰无离开，即个是根啊！哦，咱会当讲是生命的根，就是即个信仰无离开去。但是咱若注意搭看，真济时大人是一直在想讲要安怎留算会到的财产。你毋知有注意无？留哪济财产问题哪济？你有发现咱台湾大财团，拢安尼问题一直出来，咱拢无感觉迄是问题，其实迄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伫2004年开始替台北东门拄教会边仔一块国有财产局的土地，迄是交通部的，拄厝拢破家价，伫遐大个嘛搬走。我就想讲，会当来甲政府申请买即块土地。就有人甲我教，你得安怎申请，安怎做？哦，真正手续真紧，走总啦，写批啦，毋过无半角印。迄阵教会是突然的，因为我拢有习惯早起时起来。迄阵得住伫礼拜堂的顶面，我得落来礼拜堂伫2楼，得去遐祈祷，了落1楼办公室看咧，了报纸摕咧，去你楼顶宿舍，去你我得习惯卡电拢抛开，窗仔抛开，隔壁在搬厝。我就较紧走咧，我讲你哪会透早在搬厝？伊讲对啊，要去甲囡仔大囡仔住台南。我讲这宿舍，伊讲宿舍这政府的就收倒转来，我就开始问要安怎买到迄个土地。买，哦，真紧哦，好佳哉，骹手做了真紧，拢真突然。所以教会也无欠，教会无得欠迄个什物建筑基金啦无。我有一个想法，教会千万毋好存钱，存钱绝对会出问题。这是我的观念。若真正有代志，才甲大家讲，咱需要为着啥来奉献。所以像我头先在甲咱讲，迄个张一凡，你知影我4月安尼出来讲到真，互你要看卖，即马为着伊奉献偌济钱入去三一教会。4月尾开始讲，5月、6月，拄到7月底，已经有300几万入去三一教会。我甲三一教会讲，我若无甲400万，剩的后手恁得爱去捧。伊若捧袂行，我得纪念笃行教会。应该是安尼讲，笃行教会得爱来想讲，无咱来拨偌济钱过。互即个张一凡伫遐会当安心，这是我一向在做工课。有啥物事工才来甲信徒讲，咱需要啥物帮助？比如讲野心，我有在讲野心因即个过。我有一个教会，迄种癌科的医生、肿瘤科的医生、国泰病院，伊就规家伙搬过，伊的囡仔才3岁呢。生3个囡仔，上大汉的国民校3年，盼过台东。我哋教会友讲，咱来搭支持，无一笔钱，放到台东基督教病院，互送乡人看病免钱。迄个免钱包括讲对台东爱转送起来台北好信，开刀入院，野心就是咧做即个代志，互遮个。确定是已经爱来开刀、电疗、化疗。迄阵台东基督教病院拢总无即个设备，因嘛无癌科的物件，是因为即个野心因买过，医生买过，因才临时去用即个办公室，用一个诊疗室，互因去做即个代志。台东是安怎？因为医疗资源真欠缺，所以呢破病。有诶，敢听着癌人讲食什物臭赳草啦、炖三肉会好啦，食到落尾拢本来有可能好，拄变做
危机嘛，延误，因为无法度去治疗。伊若要治疗啊，走到地，走到花莲，走到高雄，啊，你也生气，得搁带命。啊，你毋知有这个经验无？比如讲，医生甲咱讲去抽血，咱就去抽，啊，得搁当时搁转去看，得搁一礼拜后才搁转去看报告。你若走去高雄抽一个血，翕一个电光，你毋是急诊，因为癌是所有的病内底上介好的，你知影？伊袂随死嘛，所以，互你知影哦，得癌，啊来，你得爱慢慢啊准备哦。所以，伊毋是讲车祸急诊，电光翕了随时爱看，所以医生拢会甲你讲啥，一礼拜后你搁来。你若想对高雄走，台东走到高雄，搁倒转来，搁一礼拜后搁去，迄毋是迄日现会当转来。花莲嘛是共款，啊若经济较好的走去台北，哦，迄个不得了。啊，搁有当时啊，得入院，啊，结果病院甲你讲无啥，无病房，啊，你要去住碓，迄个开的钱真济，所以有真济人干脆就安怎放弃。啊，死的好啦，不要紧啦。啊，然后草药啊加减食。台东的人医疗资源真欠缺，安尼死去的，所以死亡率加真悬。所以我得甲会友讲遮互会友听，真侪人听到就讲，安尼咱得爱出钱，互你药哦，互你药，安尼3个月无偌济钱，寄去台东基督教病院，讲一下数字参考者来，2000万。毋是东门教会有钱哦，毋是，是因逐个拢去讲，拢去报即个消息。阮住台北的吼，公共汽车，像我即个老人，公共汽车免钱，所以去病院看病毋免交通费。台东的人干若要去高雄看癌症，干若要去台北看癌症，像兰斯，我的学生。张海瑜牧师得癌，伊得爱对咱事坐船来台东，安尼得爱，搁再对台东搬去到高雄。你若想讲这个路程搬煞，得真忝。所以，遮得讲互会友听，因得开始算，咱来算，咱无坐车，啊无得替台东人算车钱，来回台北到台东一逝路几。我的会友是安尼算，替因算车钱，用遐个车钱出来奉献，佮四界去讲，互因的朋友听。啊，足侪朋友拢是伫公园住伫玩毛土毛，玩毛土毛，知影这？讲安尼食饱字的，拢去共收钱来奉献。咱问毋是会友有钱，我遐个会友无财团，无迄个财团，若财团真紧哦。所以因3个月来献2000万，放在台东基督教病院，安尼到今要继续在奉献，就是要互遐个送乡人，你有病你得来，若真正爱甲你转送去台北荣总，或者是台大，或者是和信病院，所有的医疗费用、交通入院到出来。拢总对这条为着送乡人准备的钱来甲你支付，安尼你也看10年前去的，10年前到今还阁存1700万，是安怎？因为不是有人奉献钱入去，我拢同讲毋好阁献啊，伤济啊，来献别项，来献别项。啊，我伫讲这，就是伫讲。互人有一个物件，互因看。即摆哪来哪侪人，伊感觉伊的囡仔比因家己有法度独立生活，伊嘛毋知伊的钱要创啥好。所以你知影我有出一本册叫《这些人这些事》，有一个药剂师，伊是开药厂，后来看到这本册了，我拢总无熟悉，佫毋是基督徒。
伊拍电话拜托人甲我联络，约我食饭。伊头讲牧师，你头讲我得爱出偌济钱。我讲毋是我甲你讲出偌济钱，我带你来看，看台东遐机构天主教的病院，天主教因安怎伫关心送乡人所去的疗养院，伫我过去牧会关山遐收入，我全去看。你知这个妖界的人，早一本机票簿啊，去访问去教青教养院看，机票就一直写，一张一张一直写。伊家己头讲，罗牧师，我无信耶稣，毋过我知影，若遮的外国人会当一世人献身伫遮，咱台湾人家己敢留袂落去？敢一定爱留互囡仔？啊，囡仔家己若有法度啊，你要搁互伊吗？你要搁互伊吗？所以伊头讲真多谢你，互我知影，我会当做甚物代志。然后教会隔壁迄块土地买起来，上帝足听阮的。买开了一礼拜，去纳钱，国有财产局遐纳钱，纳了，国有财产局的处长招我讲话，伊讲牧师你纳钱纳了，我讲对，啊收据互我看嘛看了，因为办公室的国有财产局办事处边仔就有合作金库的银行伫遐，表示有人定伫买土地缴钱。我摕好看，伊讲敢有赶买转去？我讲有代志。伊讲留落来讲一个话。伊讲好佳哉，你今仔日纳钱，一礼拜后公告地价要调整，我买158平，我迄阵买一平70万，一礼拜后200万。因为几十档无调整，伊讲好佳哉，讲好佳哉。啊，这拢不要紧哦，这毋是大代志，大代志是甚物？我得开始请人来设计。关于财产局头讲，罗牧师拜托你搁买一地，华仁爱路大路边，迄地32平，关于财产局32平要卖吼。无人有趣味，一平200万，32平谁要买？你敢若买6000万，32平，你起起来都一支条啊！你若要起楼啊，都起一支条啊！我讲无爱，伊讲你哪会无爱？你得买，买吼！恁的教会地毋是伫巷仔内，我迄阵买教会的土地是巷仔内。巷仔内你会当去的宽度、闊度拢限制，但你若对仁爱路，东门教会是仁爱路，迄就无共款，会变做商业区，你会当起真宽，会当起真宽，容积率真大。我讲无爱，伊讲拜托你买，我讲无爱，你使有够戆，这是机会呢，这是机会，我讲无爱。伊讲好，无爱啊！得国有财产局土地得囥倒啊！我想讲，伊若拍远，阮拄仔做停车场上介好。即马换过来开始设计师要设计，设计师是浸信会长老，因叫做执事，因无长老浸信会。潘子，台北真出名的设计师，我去找伊，拜托伊替阮设计。伊讲牧师地你一定爱买，买开吼设计开，逐项拢真好势。我讲无爱，伊讲是安怎？我讲财产留伤济，互后代毋是福气；财产留济，互后代毋是福气。伊讲这是我伫教会头一遍听到的话，有一个传道者伫讲者。我讲我袂当保证来接我伫牧会的人。伊是毋是会拍拼，伫带教会做事工？伊若要教会起真悬，空间真济，咱叫做蚊子悬。你得搁纳水电，得搁纳电机保养费，教会惊负担，伊会将空出来拢创啥？出租，教会得趁钱，
教会若开始会趁钱，问题得你家己去想啊，你会当想足济，会当趁钱足好诶。我讲我毋敢做即个代志，够用就足够。这得爱安怎？会晓知足，知足是上重要的一项。所以我大家讲，教会上重要就是知足。这嘛是保罗所讲的话。保罗讲什么？保罗伊讲，一个人若是知足，信仰会当互伊安怎，互伊若好势。这是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咱会当做伙现圣经解看。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这是保罗写予伊的学生所讲的话哦。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第6章第6节，伊讲是的，一个人若知足，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咱的信仰会互咱成做什么？成做好业的人。所以我伫甲即个潘子执事讲这话的时阵，伊就讲哦，伊伫教会遐尼得久，接触到真侪教会的人，这是伊头一遍听到。后来伊甲伊办公室的工程师、设计师讲啊，因才转互我听。后来因来设计，因的工程师来，伊才讲哦，卢牧师，你知影我们老板怎么讲？我们老板说，东门教会这个案子，即使亏本都要做下去。你讲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牧师是这样子在教导信徒，教业知足，信仰会当互咱好业，会晓知足，咱就会晓伸手帮助人。所以咱在读申命记，伊特别交代，摩西一而再再而三甲以色列民族讲什么？伊讲毋通袂记得点伫你中间的送乡人，特别是关心什么种人？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是圣经时代的送乡人。过来就是出外人，出外人哦，应该安尼讲，就是外国人。外国人伫以色列民族内底是无土地，因即笔迦南地敢若分土地分互12支派的人。其他对因出埃及的人拢无土地。你若去读创世，会出埃及记12章，伊就写什么？离开埃及的，除了以色列人60万，你讲60万是讲满20岁，满20岁有做兵能力的，安尼就是青年人。拢总偌济人？60万3550个。佮包括一寡外国人甲因做伙离开埃及，所以你若搭看，这个外国人离开埃及的，对因离开埃及入去旷野，然后佮入去到底，到迦南地，因是无分着土地，因若无分着土地，因就要变做什么货？变做寄居的。变做外国人，伊敢若会当做什么？做工住伫主人的厝，伊是无土地，所以这种的人叫做社会弱势的人。咱咧看这段圣经是摩西带所有的长老，这个长老就是种族的长老，讲恁若是过约旦河入去迦南地，来扣石头做什么的？做碑，做碑，碑内面爱写什么？上帝啥？律法，搁什么货？诫命。咱知影，无论石头偌大地，你要若写律法诫命，上帝律法诫命拢总写落，写会落，写袂落。所以有一寡圣经学家讲，其实敢若写什么？写
十句话，十句话就是什么话？十诫。所以十诫原来是干那十句话，后来加出来迄种天类。譬如讲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到遮那定。后面迄拢是后来加添落的解说。譬如讲第四诫，就守安息日，干那安尼尔定，守安息日。啊，剩的就是解说，安尼敢听？所以10条诫原来是10句话。比如讲第5诫，你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就是到遮。啊，剩的迄拢是加出来。第10诫嘛是，第10诫就是讲毋通贪你的厝边的物件，就是安尼。啊，剩的迄拢是加出来。所以有人在讲写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命令、写诫命，其实有较侪圣经学者讲，迄是写10句话伫迄个记、迄个照碑。啊，过来就是爱创啥起祭坛，起祭坛就是要创啥献祭敬拜，献祭敬拜。啊，献祭内底2项上要紧，一项就是伫安怎，一项就是伫献互上帝，啊，一项就是伫献感恩的。这个感恩就是伫感恩什么？感恩这的祭司斗3工，迄叫做平安祭。平安节的物件，就是逐个人要做伙伫祭坛遐来欢喜，做伙伫遐来享受。虽然伫看摩西伫甲长老带来，叫这长老转去，拢爱甲这的话传达互因。这是咱头先所读的圣经。过来，伊伫交代一项，写上帝的话，毋是要写好看。写上帝的话是写来要创啥货？要去尊叹，尊叹上帝的话。这个比什么话拢较要紧。你记马太福音书第7章21节到23节，伊写什么话？讲有人徛伫门外拍门，门内人讲无爱开门。咧拍门的人讲啥？我捌奉你的名行神迹医病。内面的人讲恁有够可恶，我拢毋捌恁。伊若无遵守上帝的话，人拢是安尼。你来遵守上帝的话，所以毋是会晓行神迹，是咧遵守上帝的话。咱今仔日定定爱看一个牧师真够行神迹。啊，你知牧师神迹拢行伫倒位？你知？拢是医病赶鬼嘛，今仔日的牧师敢若会晓医内科，袂晓医外科，你知？替人祈祷啊好，所以有一寡牧师讲好，伊真够医病赶鬼。我讲若有才调真够，你得去病院的急诊室车号来医看卖。迄毋是基督教信仰上重要的物件。我讲人耶稣较牛。彼得亚倒将马勒果萝卜耳仔射落，人耶稣捡开也无消毒，地下打落去，耳仔就好去。所以毋好定去互迄种什物医病赶鬼的神迹，甲咱迷惑。基督教信仰迄毋是上重要，因为迄是所有的宗教拢有法度。毋好逼你的牧师变做当机，你知影？咱庙林当机嘛会晓医病赶鬼，迄是即马医疗法，因才毋敢启动。无古早拢嘛去庙林咧找啥？找当机医病啊！咱去想者，摩西一而再，再而三甲交代，爱去尊叹上帝的话。然后27章、28章就讲，若是无尊叹上帝的话，上帝什么话会到？咒诅会到。尊叹上帝的话，上帝什么话会降临？祝福会降临。这是咱伫读的圣经所互咱知。摩西的时代安尼甲交代，留什么物件互你的子孙，就是要留什么话？
上帝话律例诫命，写伫遐记条条，佮照安尼去行。你兄弟姊妹，这个是一个真要紧的任务。咱咧看耶稣的时代，嘛是同款。你也看有人来找耶稣，讲你敢会当替我甲我的兄弟分财产？这是路加12章。耶稣讲：我毋是为着分财产，替恁解决财产来到伫世间。然后耶稣讲什么？一个人的性命是毋是好业？毋是伊积资多也少，毋是积资多也少，伫讲性命好业无？然后耶稣有讲一个譬如，伊讲有一个生理人，生理做甲真好，伊的仓库已经纳袂落去，伊要搁拆起来去，然后伊要甲家己的性命讲我3代食袂了。耶稣讲，这个有够戆。啊！你若阴暗上帝将你的性命甲你调倒转去，你的财产要归伫什么人？传道书嘛有真侪即种的教示，箴言嘛有即种的教示。搁在2礼拜，我有一本新册出来。这本新册是我伫中华电信有一个附设的机构叫爱听听，专门伫听的无看影像迄种 podcast。收音机听会到，手机啊会听到，无影像。我伫遐讲箴言，拢总讲90篇。迄个稿月底这本册会出来，过2礼拜，拄月底这本册会出来。内底就讲到箴言，讲到即种钱财，毋是咱的性命的瓦靠。什么话是咱性命的瓦靠？上帝才是咱生命的瓦靠。列比就有讲过这个故事。伊讲有一遍有一个列比，列比是犹太人的老师。伊讲有一个老师，早一本圣经，坐船，这船拢总载生理人，逐个生理人伫船顶就拢会讨论。你要对做生意，你卖什么物件？你卖什么物件？你卖什么物件？就问到这列比，列比拢伫遐听因讲，生意即马倒位安怎做？咱知影较早就安尼，我对遮买物件来倒位卖，所以较早的船拢伫载即种的物件去做生意。敢若这个列比讲无我是伫教册，教人伫认捌上帝的话。伊讲你袂感觉介无聊？你安尼是要安怎生活？伊讲上帝话我就有教业生活。即马船开出去，开到半路起风台，船长讲为着要互即只船袂去沉落去，就命令水手将船内所有的物件拢担掉。遐物件拢啥个物件？生理人的财产拢总担掉。等条即只船落尾破去，逐个拢默默受，有诶沉落死，我诶呢捡着一支棒，就风台过，扫到伫港口海岸去互救起来，包括即个列比嘛起来。不过这生理人拢总无钱通做生理嘛袂当倒转去，伊就无钱无钱通买船票倒转去，所以就只有伫码头去做捆工。看望会当趁到钱，坐船倒转去伊的故乡。敢若即个列比到伫船头，到伫码头，就有人来甲伊接，因为迄本圣经还伫伊的身躯顶，伊就出去，伊就开始去教人认捌圣经。真侪人真爱听这个列比教，3年后，即个列比得到真侪的礼金。来到码头要坐船转去，有人来甲伊搬物件，伊一看，哪阵捌伫倒位看过你，才知影讲是甲伊坐船的人。列比在讲这个故事，就是在讲啥？你身躯外面的物件，你早袂去，但是上帝的话，你会记条条。所以咱台湾的有这个话，你知？咱定听人讲的一句话，都像约伯讲。
我空空来，我空空转去，摇花想事，摇花收去。咱台湾话嘛有即个话，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讲死人伫穿的衫，死人伫穿的衫叫做寿衣，对无？寿衣无啥，无落地啊。寿衣无落地啊，就是伫讲啥？伊袂炸物件倒转去。咱也去看者，你要留什么物件，互你的子孙？有一个日本人，有一个日本人，我哋真感动。这日本人是读迄个北海道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伊是一个医生，有去过德国，有去过美国训练过，然后伊参加日本的医疗团。伊的名叫宫崎亮，伊参加日本的医疗团，要去非洲的奈及利亚伫遐来做医疗服务。伊要去非洲的时，伊的囡仔两个，一个1岁，一个3岁，无有一个人赞成伊去。伊的老爸、伊的老母、医学院拢出面甲伊讲：你莫去，学校要甲你留来做先生。那你想咱台湾人会爱安怎？医学院做先生，名声好，阁会当趁大钱，阁会当开门诊，也是去倒位病院当斗骹手。伊坚持要去参加日本医疗团队会，伊要去非洲的奈及利亚。父母安怎主动，丈人丈母安怎讲，拢无法度。落尾伊的父母才讲一句话，伊讲：你无想到你家己，你嘛爱想到你的两个囡仔去非洲，教育的问题要安怎教育？安尼就是爱经什么会，学校读册啦，什么即个问题。即个宫崎亮医生讲一句话，我一世人记条条。伊讲：父母生活若死正，请你会记哦吼。父母生活若死正，囡仔的教育已经完成一半。囡仔的教育已经完成一半，剩的已经无重要。剩的是安怎无重要？剩的拢是学习就会当得到。但是父母的教育是咧教啥？咧教生命的价值观念，是对父母咧教。伊讲父母的生活若死正，囡仔的教育已经完成一半，剩的已经毋是上重要。伊真正囡仔歹咧，就去到伫日本。伫遐献身一世人的时间，伊的囡仔就是对日本遮买册。咱即马有一种叫做在家自学，家己教，父母家己教，然后转来测验，一当转来测验一遍、2遍，伊一直到囡仔读高中，结束考试过。转来日本读大学，伊继续两个翁仔某留伫非洲奈及利亚。父母生活若死正，囡仔教育已经完成一半，剩的已经毋是上重要。刘兄弟姊妹，这拢在讲到什么？咱今仔日的教会嘛是安尼，咱要留什么会，互咱的后代的信徒，就是咱这代爱有好的见证。留落来就是一个信仰的财产，信仰的财产是会流传袂失落。但是你若留真济房地产，囡仔无一定接收会掉，嘛无一定有帮衬咱的后代子孙。咱咧看耶稣嘛是在教即个教示，所以伊甲迄个好野人。来底找伊个讲什么？伊甲伊讲：
我得爱安怎行，才会得到永远活。咱若看好野人嘛，伫找永远活。耶稣甲伊讲啥？啊，摩西的律法教示你知无？伊讲从细汉我拢有守。耶稣讲哦，你实有够可爱，因为即个来问的人是真有啥？真有钱的人，佫是青年人，佫有社会地位。耶稣甲伊讲，你敢欠一项，因为钱伤济，所以你将钱搭变卖去真济送向人，然后来对我。无圣经甲咱讲，迄个人变做安怎？伊感觉真困难。伊其实的问题伫倒位？伊想伫讲的，所以耶稣讲一句：要靠金钱入上帝国，比骆驼安怎穿过尖片佫较难。原因就是伊想讲，上帝国会当用金钱来买着，我得用钱买。佮另外一个得教律法的先生，这是一个好野人，但是另外一个教律法的来问耶稣，我得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活？耶稣讲摩西的律法安怎写？伊讲尽心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佮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也讲：哇，你圣经真够背，啊，你得照所背的圣经去行。伊若问一句话，心人是我的厝边，问题拄伫遮。就是伊是咧教律法，伊咧教犹太人，就是安尼教。伊咧教犹太人是安怎教？敢若犹太人才是咱的厝边，若毋是犹太人，拢毋是咱的厝边。这嘛是咱今仔日真济牧师啊，嘛是安尼咧教。若毋是咱长老会的会友，拢毋是上帝所欢喜的。哦，那即种的牧师哦，听到我就强要分去。你知影我嘛定拄着即个长老，甲我问即个问题：罗牧师，你的教材哪会拢在介绍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啊，哪会拢无介绍咱长老会？我讲啊，无咱长老会，你摕几啊经济出来，我看卖。摕几啊人出来讲看卖，看几个人会当互我摕出来做教材教人。讲啊，这天主教，我讲天主教就无好人晓，有教有好人无？你想有无？无哦。长老会若莫做歹人就袂歹啊。咱的病院乱糟糟，不时在烧过；咱的学校不时在封过。你知影中原大学最近佫出一件代志？中原大学嘛是教会学校啊，最近出代志啊。去用告啊！拜托立法委员去协调啊！拄最近的代志啊！咱有啥物通见证？咱有啥物通见证？这拢是啥物有钱的所在引起的纷争？咱知影魔鬼在甲耶稣诱惑。你若注意看路加第4章，伊在讲啥物？伊讲你若哭咧拜我。天下遮的什么官兵甲财富，拢属我管，我会当拢互你。天下财富甲官兵，我拢会当互你。你要爱无？迄若我3更半暝嘛讲好，就拍咧对遮爬过啊。耶稣甲伊讲啥？耶稣甲伊讲，毋免试探。你的主，你的上帝，唔好试探。咱咧看这拢是咧讲起金钱财富对咱的诱惑，但是上帝话就爱去达实践，所以耶稣甲即个教律法来讲，啊，你已经知，就照安尼去行。伊才甲伊讲，心人是我的厝边。耶稣就去讲到一个真出名的故事，迄个故事是咱真熟悉，叫做什么话？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撒玛利亚人是什么种人？撒玛利亚人就是主前721年，这嘛是财产积留落来的结果。咱知影所罗门王是大笔的囝，所罗门王赚足济钱，但是伊的晚年落尾是安怎？咱看《列王记》上卷，对11章搭读，
你第10章读到11章，你会看见所罗门王赚足侪钱，不过伊的晚年到落尾是安怎？离开上帝，拜偶像嘛。赚真侪钱，落尾伊感觉有钱，伊会当掌握一切，伊就离开上帝。你敢注意一人？所罗门王起伊的王宫，起几年？伊起圣殿起7年，伊起王宫起13年。安尼是表示伊的王宫比什么较重要？比圣殿较重要。所罗门王伫至圣所，还未起圣殿进前的至圣所，会幕内底至圣所。将老爸所重用的一个军事参谋者约押杀死伫至圣所的内面，表示所罗门王的心目中毋是真正有上帝，为着要什么？为着要摕到王权，要稳定伊的王国，伊的统治权。咱拢将所罗门王塑造做一个真有啥？真有智慧的人，不，圣经若伫讲智慧，叫做认捌上帝。圣经伫讲智慧，毋是连靠状元的，毋是，是讲认捌上帝。有上帝就有一切。所以列比伫讲这故事伫介趣味，讲有一个国王，伊有一日甲所有的宫女拢叫来，伊讲恁拢会使转去啊！我逐日看到遐济查某人伫王宫内底走来走去，撞来撞去，穿甲遐水，害我心拢袂定着，真费气。恁拢转去，王宫毋免宫女伫遮，我找几个助手替我办代志就好。宫女无人敢转去啊，想讲国王毋知是食了安非他命啊，是安怎讲了毋对话，叫恁转要掠去台，逐个话要惊死。佫甲因讲哦。王宫内底你爱的物件拢通摕，伊就带一2个宫女开金库，摕互因叫因走。因逐个真正客咧，一个走，2个走，逐个拢一直走，敢若剩一个宫女对伫伊的尻川后四界扫来扫去。伊讲逐个走了，剩伊一个是安怎无爱走？来，我带你来客，还佫有上介好的物件，我摕互你。拢无人知，敢若互你礼尚万走的。伊讲我毋免啦，伊讲是安怎毋免？我早就摕好啊。伊讲你摕到啥？我摕到你啊！我摕到你，有你国王，有你即个国王，我就是全国拢我的啊！即个国家伫你的，我就摕你就好啊！我哪得搁再摕遐物件？若国王叫遐宫女讲物件摕去，拢搁摕倒转来，因就搁拢摕倒转来啊！所以我哪得搁爱有其他的物件？列比在讲这个故事，伊其实就是在讲什么？你的生命上重要是啥个？你6号条剩的就已经无重要。耶稣教这个教律法的，伊讲你得已经知，你得照安尼去行。这个教律法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这拄牵涉到什么？安怎的解说律法？传道者安怎解说圣经会影响到教会的发展？传道者安怎的解说圣经会影响到信徒对教会、对信仰的态度？所以，咱伫读的圣经，咱第一读到耶稣讲什么？伊讲我留落平安互恁，我互恁的平安甲啥会无共款？世间人互恁的无共。圣经若伫讲平安，伊的意思是伫讲什么？就是讲无生命的跨路，无生命威胁的惊吓，无迄个惊吓，即个叫做平安。所以，伫圣经的时代，通常会用伫倒位战争。战争，大家拢毋知当时会失落性命，搁来瘟疫。会互咱的性命当时无去，毋知。搁来第什么？搁来就是饥荒、枵饿，会当脱离这种生命威胁，这个叫做平安。
耶稣讲讲，我互恁的平安，甲世间人互恁的平安无共。安尼，咱得爱去思考，世间人伫想的平安是甚么？咱定听人讲一句话：平安就是福，对无？啊，即马去到病院啊，像我伫病院伫工作、伫服务，迄拢好心病院拢感情的人，因拢定有即个感慨。即个感慨伫什么？牧师，你替我祈祷，我即边若好吼，我拢会缀你去读圣经。我讲毋免啦，我买一本金钱的，互你摕去迄边读。你活地毋读，啊来到家护病房啊，才带酒纸兼屁烂。牧师，你若替我祈祷好起来，我出去哦，你查经班我拢会去。我讲你摕去迄边读较紧哦，你知影迄边？伊讲，所以后来哦，若送去家护病房，拢毋敢甲我讲。我叫我祈祷，我拢讲你家己祈祷。伊讲牧师，我不要祈祷。我讲你哪会不要祈祷？牧师，你祈祷较有效。我讲我祈祷你就死啊！我一个喙开，上帝讲啊，佫是你。啊，你这个毋捌祈祷的，这个开喙祈祷，上帝都惊着哈！你爱祈祷，无甲你听看卖。毋好相信牧师祈祷较有效。安尼讲，毋是讲毋免牧师祈祷，因为牧师会招互更较侪人做伙来伫关心。但是你家己爱祈祷啊！你家己拢毋祈祷，啊要靠牧师行神者，啊即摆牧师甲你祈祷好，你会去讲啥？阮的牧师哦，真有圣神的气力哦。我拢会祈祷上帝啊，即个我得带去。我有一遍伫举行葬式，暗时伫会友的厝入墓室。你知影我得经验啊？我得禁止什么电子轻车，迄阵伫嘉义西门的南部的人拢爱什么左镜吹啦、电子轻车啦、乐队啦。你知影亲家得搭另外一个亲家讲，伊个亲家过身啊，伊来参加。亲家，我甲你讲，即个牧师你先煞得带去。要入牧礼拜呢？要入牧礼拜，你知伊就是安尼讲。什么袂使电子轻车，袂使乐队。哎，会友逐个惊一个讲是啊是啊是啊，即个牧师遐歹哦，毋知冤家无。我拢点点无讲话，招逐个人做伙礼拜了，入牧好势，入牧好势。无该注意。几年后，换即个亲家破病，得要死去。我去甲看，牧师真实个啊！迄阵我叫上帝，叫亲家甲你带去，即摆亲家要带我带去。生命心人的决定，上帝的决定，毋是人的话的决定。你看耶稣。耶稣讲：“我互恁的平安，甲世间人的无共款。”然后你读到16章33节，约翰福音书写什么？伊讲：“这个世间有苦难，恁甲我结连有平安。恁甲我结连有平安。伫这个世间有苦难，这是约翰16章33节。虽然活伫这个世间有真侪艰苦。”但是咱甲耶稣结连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互咱什么？互咱对死无惊吓。咱若对死无惊吓，咱就无得惊临终的代志。拄着重病，咱心通坦然去面对。所以，唯有一个观念：生命不在长或者是短。生命毋是伫讲数字活几岁，迄个毋是上重要。生命是伫讲什么？伫咱活地中间，安怎活出生命的意义？互咱的生命有意义。这个意义伫倒位？就是你时常有伸手帮赞伫别人的身躯顶，这个才是生命的意义。这个真重要哦！你若有机会当去册店买一本册，这本册是陈南洲牧师所写，
册名叫做在世之日、在世之日，无偌久进前出来。但南州牧师的一本真好的册，伊就是咧甲咱讲，伫咱活地日，咱爱做什么种代志，做什么代志，互咱活得有生命的意义。咱得爱去思考即个物件。咱的教会嘛是共款，要安怎样伫咱做长老、做执事、做干部的时代，互咱独行的教会，成做一间有意义的教会。会当摕出来甲人分享的教会，这个才是上重要。若是无，咱有真侪教会在庆祝什么释教100周年、几周年，我拢真爱看。啊，恁释教几周年，到底教会做过什么代志？若是写袂出来，迄个无意义。若敢若伫写起礼拜堂。甲所罗门王起真水的王宫有甚物分别？有伫遵守上帝的诫命也无？这个才是第一要紧。所以咱咧看摩西一再伫甲因交代，后来约书亚遵坦摩西交代，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伫交代因爱攀石头做笔。然后写什么货？写上帝律例诫命，伊叫所有种族的代表拢来，然后传去伊巴路山、基利心山，然后将上帝话约柜放伫中央，两边的人遐来救助，一世人的日遵坦上帝话去行。有一段圣经则是袂歹，咱会当做伙看卖《士师记》第2章，《士师记》第2章，咱看《士师记》第2章，《士师记》第2章，咱看第7节，第7节。第7节到第10节，第7节到第10节，我来读，啊，咱做伙看卖《士师记》第2章第7节到第10节。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民都尊奉上主，都侍奉上主。他死后，那些亲眼看见上主为以色列所行一切奇事的长老们，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民仍然侍奉上主。咱看第10节，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后，下一代的人却不知道上主以及他为以色列人民所做的一切事，后来因就离开上帝。迄代人知，后代人特别记得上帝，这才是上大的问题。刘兄弟姊妹，你知影什么叫迦南人？迦南人意思是啥？城里人。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入去迦南地了，就是对迦南地人而做生意，做生意一个趁钱就离开上帝。有咱通知离开上帝，因落尾带来的什么？亡国嘛。一个人若亡国，你要有什么物件？请你头讲，你要有什么物件？所有的财产得收去。咱较近代历史真清楚嘛。第2次世界大战，犹太人拢掠去倒？掠去集中营。去集中营，你知影什么拢总无？身躯的衫裤剥掉。耳口、手指拢剥掉，连啥嘛剥掉，你知影？你可能无法度想象，这是我亲目去看到的物件。我去以色列访问，去因的迄种大灾难博物馆，我去遐看。我嘛去因的集中营看，伫奥地利曼考森的所在，我去2遍，拢去看迄个集中营。后来我去德国。嘛去看集中营，
中央内底有迄个纪念馆的物件，连什么货嘛，甲你剥掉。你的喙齿若有金的，喙齿有金的，咱遮敢有齿科医生？咱喙齿爱注啥货？迄无得注麻醉的，眼啊硬挽起来，金仔烧掉刻起来，金砖一块一块，喙齿一排一排。查甫查某共款，规身躯烫光光，换集中营的衫裤互你。查某的连头毛嘛剃甲无半个，佮还得什么得色度吼，吹哦，吹，剃光光，逐项拢总无。因对遮学着一项，对遮学着一项，学什么？要生存，就爱靠圣经的话。所以咱伫读福音书，会去读到一个名词，请会记会堂。有无？读到使徒行传，拢会读到啥？会堂。你知影会堂伫倒位学出来？去巴比伦做奴隶，因咧反省一项，是安怎上帝的选民会地教做奴隶，袂记得上帝的话。所以会堂发展落尾就是安尼规定，10个结婚过的查甫人得当成立一个会堂。会堂敢若做2项代志：读圣经甲祈祷，读圣经甲祈祷。真正救着以色列人，就是会堂。所以落尾，因伫第二次大战的集中营，因游园招招咧，真艰苦的下面，无圣经，因圣经是用背，因会晓背，就摕出来读，要会记得对一句，就摕出来念，逐个人就对得念。因今仔日的教育，我去以色列访问的时，因的列比带我去因的会堂看。因头讲6岁进前，所有的囡仔，老母爱教囡仔会晓背10条诫命；8岁的囡仔会晓背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是历史的册。出埃及记的25章到30章，35章到40章，这2个段落毋免读。这2个段落是咧描写起会无做约规的，剩的教士拢总爱背。第3本10岁进前爱会晓背圣经是《申命记》，《申命记》在讲摩西律法教士，到国民学校毕业，摩西5经拢爱会晓背。因的新兵训练。你也看以色列的兵外交相战，新兵训练就是列比带咧，卡车坐咧，对出埃及记、民数记在描写出埃及的故事，一节一节去行，一节一节去讲遐的历史的故事。对历史的学习，上帝怎样伫因的中间，伫因带伫陪伴，伫苦难的中间，上帝安怎伫照顾扶持甲保护，这才是上重要的所在。真可惜，咱今仔日年轻的一代，毋但对咱家己教会的历史清楚，嘛对咱的总会历史清楚。嘛，对咱徛起的台湾的历史清楚。今仔日我爱咱大家重新来思考，咱要留什么物件，互咱独行教会新的一代。那当恁带主日学生去龙井，看迄个 James Hunter 的纪念公园，就爱讲 James Hunter 纪念公园的故事互因听。有囡仔，逐个人一本 James Hunter 的绘本，你先读，讲互因听，互因看迄个故事，知影安怎伫帮战困苦的社区。囡仔对遮开始来伫学，宣教师安怎伫咱的土地一步一步移得出来。
来认捌咱的生命上重要是啥物。你若问我评鉴一间教会，我会对什么会来评鉴？我会因为人礼拜济少、奉献济少来看。我会看这间教会有认真在读圣经阿无？我会去看这间教会有伸手去咧帮赞弱小的对象阿无？这是你问我，我会安尼讲。安尼，我今仔日就讲到这个所在。对早起到今，咱讲3场，敢听有我的台湾话？若拢无问题，就是听拢无。是你有啥物回应？是你有想要问的？我就讲到这个所在。结束吼。安尼，咱即马来用礼拜来做咱今日灵修会的结束啦吼。咱来掀开咱的手册第37页，37页，咱用共款吼朗读的方式吼。咱来做一个闭会礼拜吼，来咱请迄个宣调，请迄个秀云长老，你负责宣调吼，过来换美凤执事你带客用，即马过来席位头前才来吼，共款请正爷读第一个圣经，第二个圣经请黄登同38页，你等下你轮到你爱读这个38页圣经第2部分，你看你手册38页。黄登同长老吼，过来就效音你第3圣经节，祈祷的部分吼，我来请柯长老嘿，即个跳一下嘿，我长老来祈祷嘿，柯长老，请你负责第1部分的祈祷，第2部分咱吟诗了后，客用咱就来请迄个林龙姐嘿。然后读圣经就秀玲长老第1个，过来换秀贤姐第2段圣经，过来请双吉长老娘第3，淑音姐，过来客用，咱一直来客用就换殊胜执事。然后，煞尾3位圣经，咱就请慈惠，第1个慈惠，第2个请迄个木生执事，过来就金地长老压轴，最后一个圣经，咱吟册恳的诗了后，再请罗博士你来祝祷，咱就。整个今日的灵修会做一个圆满的结束。好，咱这时咱来开始咱的闭会礼拜，咱请秀云长老来宣调。你的日头无阁落，你的月也无阁无去，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也明白啦。好，咱来吟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第7页，咱掀开咱的手册第7页，请起立来吟。
咱吟第一节就好啊吼。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梦无边。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请坐，请美用这书来带启用第37页。启用文第4篇。耶和华，求你保护我，因为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生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电费的债，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无提起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保守。所量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乐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你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服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面，我就无摇拽。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宁静体。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也无互你的性命拄着幽暗。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永远的快乐。恭读上帝的话，以赛亚书12章第4节。伫迄日，恁要讲，就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保养伫列邦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上帝话伫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箴言30章5節，上帝話逐句攏是過鍛鍊的，既若倚靠伊的，伊就做因的盾牌。
启应文第16，愿上帝人民院祝福院，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日邦学乐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乐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祝福阮。咱来读圣经，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无得惊吓，因为我甲你三角之地；无得论的，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路加福音1章37节，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力。诗篇73篇24节，你要用你的驾驶引带我，后来要接纳我入伫光明阳光。做伙来读启应文14篇。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投宿伫你的膝的骨的庇荫下。我要求至高的上帝。
迄个要吞食我的人的诽谤我的时，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伊的喙齿是枪是箭。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遮的天。伊互我的骹步摔落网。伊伫我面前开陷坑。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的心啊，你着精神起来；起码色啊，恁着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中间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大甲拄天。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遮的天。以赛亚书33章6节，你一生一世要得到安稳，有丰盛的救恩、甲智慧、甲财物，敬畏耶和华做你的宝贝。耶利米书15章16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我得到你的话就食伊。你的话伫我是做我心内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作属于你的名的。希伯来书4章12节，因为上帝都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见那魂甲神、骨质甲骨髓，无毋刺入破开，心内遮的念头甲主意，也无毋敢察。所有的兄弟姊妹，牧师中一干部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